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苗栗头份的水源路地下水管崩破，到50米长的大路崩甲残破不堪，路面有半公尺深的大凹坑，而且马路拢变做海波浪的形路。原来是已经用38年的老旧的水道头的这个管破去，自来水公司马上派人来抢修。大路凹咧破一大坑，就亲像地震了后的景象，互附近的民众拢惊到。这大路中还阁裂开，大约50公尺长的裂缝。警员赶紧围封锁线，莫互人挖进。为什么会安尼咧？主要原因是自来水管裂开。很糟糕，水管爆炸。规条大路变成是黄色土水，根本是无法度行路，甚至还阁淹到边仔徛街。对，脚那个我脚这边啊。爆掉是我们吓一跳。这已经第3次了。他说没有下雨，怎么有水冲进来？我来这已经第3次，10几年都第3次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人员赶紧抢修，发现是38吨的旧水管裂去啊！突然水压降低，那我们的同仁很机警的就发现，就马上从源头来关水，大概在30分钟内就把水止住了。这条道路因为自来水瘪管，规条路拢变形去。自来水公司表示讲，修好管线了后，就甲大路铺平，好甲在瘪的时阵无人车经过。